喂，各位老友記，我係發仔啊！今日同大家推介呢部我坐緊嘅寶馬德國英 Key 央科智能電動輪椅，唔好睇小佢啊！佢係德國品牌嚟嘅，配咗升級 700W 頂配電機，出門行斜坡過地磚都夠晒力，完全唔使擔心動力唔夠，仲有個超正功能可以躺落去，平時坐內左想瞓陣放鬆下，一邊調角度就搞掂。坐得舒服到係，仲有佢搭配嘅 Devon 20V 鋰電池，實淨耐用，充一次電夠行好遠，出門唔使驚冇電撻 Q。大家想入手呢部實用又舒服嘅輪椅，同埋呢個耐用鋰電池，直接上拼多多搜德國央科智能電動輪椅就得啦。唔使周圍揾，拼多多上面直接可以買到，方便又有保障。有需要嘅老友記，千祈唔好走寶，快啲上拼多多睇睇，發仔親測好用嘅嘢唔會錯嘅。